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日10月29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早起消防法修法，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退避权等3种管理立法，加强顾全消防人员的权益。经济部投审会打通过世界性的科技公司Google，汇入来260亿，就是要增加投资台湾。韩国有史以来头一摆包机直飞的专机直接通花莲，观光旅游的业者拢讲对这条线真有信心。观众朋友，未来火烧的现场，若无临急，就要抢救人命者。消防人员听好，唔免冲入去危险的火场。这款管理或者退避权。另外，救灾人员若有重大的伤亡，主管就要组织委员会查明真相，这叫做调查权。搁有就是当着工场救灾，嘛通要求事主提供工场内各种详细的资料，这就是资讯权。早起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将消防法纳入这3权，就是要加强顾全消防人员的权益。这个月初，伫台中大雅的免洗残旧工厂发生大火，迄当阵工厂内面无员工，但是2名入去火场走找起火点的消防队员，煞伫咧大火当中，互放垃的物件底掉咧，不幸殉职。为着要保障消防员的工作权，立法院早起三读通过消防法修正案，上受关心的就是未来消防员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确定入法。有一些沟通协调上面的这些问题，党团协商里面都已经处理过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尊重立法院的审查。消防署表示，伫咧和各党团沟通协商了后，最后通过的版本将4名3权包括在内。除了伫救灾安全的前提之下，现场若无人命危害，会当卖执行危险性救灾行动的退避权之外，嘛规范工场管理权人要提供抢区的化学品、白面配地图等等抢救必要的资讯，若无相关罚10万。另外嘛，新增加调查权，因为灾害抢救造成死亡，也是重伤事故的原因，应该由相关机关组成灾害事故调查会。那先调查，我们希望它是，只要是消防人员出勤、受伤、死亡，我们都应该要调查的。就它不会只限于火灾，我们只要达到3个全日，他都没办法回去上班，表示说一定事情有一些严重。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除了资讯权之外，其他征收条文拢是拍一个版本。认为以灾害事故调查来讲，应该是消防员因为受伤3天无法度出勤，就应该调查。未来会继续监督修法了后，主管机关是毋是有落实对基层消防员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拍算是因为美国和中国贸易战争的影响，美国的大企业家的意向渐渐拢较偏向台湾。经济部投资审议委员会才打通过世界性的科技公司 Google 汇入来260亿的新台票，就是要增加投资，扩大因伫咧台湾现有资料的中心。Google 伫咧今年9月宣布，要伫咧台南设第2座资料中心。投审会28条规委员会议通过核准 Google 汇入台票260亿，用伫咧拓展台湾的投资事业，扩大资本就有的资料中心。美中贸易战以后的整个产业连接，台湾变成可能是美国还有欧洲这个产业连接一个很重要的，跟亚洲一个产业连接很重要的这个核心基地，所以他们才愿意来投资台湾。事实上，伫咧美中贸易战的推塞之下，台湾颠倒更加受美商介意。根据经济部统计，2017年美国来台湾的投资额差不多2.15亿美金，2018年增加到2.65亿美金，到今年前3季，用笔已经约平去年的纪录，累计差不多2.59亿美金。除了对早期投资的民生用品、药品、家电，这20当来是转用 IT、半导体和 Google、Airbnb 等等的新兴产业。另外，自从境外资金回馈专法9月20实施到即阵，已經有台票158.7億的申請金額，其中已經核准79.7億，回轉來就要挖13億。我是非常相信2.46%一定会达成的哈，因为这么多的台商回来，这个月就会超过7000亿嘛。那今年会算在我们 GDP 里面，大概只有2000亿元，所以后面的这个5000亿到6000亿的，都会算在明年的 GDP 的增加。
财政部强调，建构对经商有利的环境，除了提供税务专属服务，参像单一窗口、发布该税令、制定一致性税务认定标准，搁制定境外资金回馈专法，都是希望鼓励资金返来台湾进行实质的投资，改善盈利事业境外转投资的收益，对接在外不分配的问题，嘛为国内经济引入活水，带动投资的动能。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水分明，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讲蔡英文总统和绿军的县市长、省长拢嘛八国碰皮，比较难赢的地方首长拢乌打伞，望选民就要斟酌看讲啥人较有咧撞。蔡总统早起嘛掠话甲应讲，若工课下甲卖含外观是无牵碍，佮赞一句讲，上无阮是袂困甲日头倒。继40天，总统再次徛起伫舞台顶进行农机校阅。早起，总统蔡英文来甲桃园农机改良场出席大型农机据点，宣布启动大型农机补助，希望台湾的农业走向智慧化、省人工的现代农业。针对媒体问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批评总统蔡英文肥软，都连郑文灿甲林佑昌等人拢予伊攻击。蔡英文是回击讲，会晓做代志也袂晓和外形无关系，嘛笑笑讲上无阮袂困甲中昼。我们这里就有一个第1名的直辖市长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最后1名的直辖市长来说三道四，我们第1名的直辖市长，我们来让他讲一讲好了。桃园市长郑文灿嘛讲，韩国瑜又搁失言咯，希望韩国瑜会当以寒水代替喙暖水。伊认为选总统毋是喙暖比赛，嘛毋是臭弹比赛，希望台湾选举返来到正七面和国家愿景。我是喜欢做事，乐在工作，懒惰跟我是绝缘体啦。那其实一个好的市长哦，就是要用汗水来赢得尊重。对韩国瑜质疑民进党任何政治质疑，都用各主权来动。蔡英文嘛呼吁韩国瑜莫用轻慢的态度面对。伊强调，今年初中国已经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主权确实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无主权就守袂掉民主甲自由。做伙保卫2300万人共有的主权，袂互人剥夺，这是上界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早起继续伫咧彰化行搭。伊嘛，搁再一摆品讲，若互伊做总统，台湾的农产品会拼到3成外销，7成内销。啊，另外，关系韩市长掠蔡英文总统和绿军的县市长的外观来当作比拼。彰化县王惠美县长嘛回回讲，韩国瑜的本意是要说明政府的资源重头轻、大细平，哪会拢较分无办。到处食地方油啊！高雄市长韩国瑜请药之旅，29继续去彰化访问，再去过志远担任一级果农。韩国瑜甲农民呼吁讲，台湾的农产品爱达到3成外销，7成内销。农民渔民觉得我外销之后价格非常好，内销市场跟的价格也不错的时候，他会激励士气。青年农民渔民就会回到乡下，因为他觉得收入不错。韩国瑜提出农业行销要建立善良的循环，和基层博感情。啊，不过伊进前煞讲出批评总统蔡英文和立营县市首长拢食甲肥软，引发歧视的争议。他应该是说资源分配蓝绿差异很多啦。但是他说郑文灿跟林佑昌白胖哎。你们没有觉得他们都不错吗？你如果把郑文灿过去的体格跟现在，会看差多少啊？韩国瑜家己赢首长的外形提出来讲，彰化县长王惠美佮家斗讲话，表示韩国瑜的意思是要点出哪里资源分配了无平均，伊用一般民众的口气来表达，嘛是伊骨髓的所在。啊，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伫选举的时阵，上好莫做认真的攻击，爱韩国瑜较站在的。选举无论怎么样，最好不要做人身攻击。尤其我觉得对女生用身材来评论人家，实在很不当。拼2020大选，韩国瑜轻行基层听民意，毋但提出各项政策，炮火嘛不断向准执政的民进党，双方继续隔空交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民众党，当是专心咧拼国会席次，有话出一句讲，互三党拢无过半。啊！台北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早起接受电台访问，甚至佫讲高文特市长有咧暗算2024年的总统局。啊，鸿海集团的创办人郭台铭时到嘛会援助。啊，毋过郭台铭发言人蔡信如是讲世间事歹料想。
捌因为扰民互相呛声的台北市府顾问蔡碧如和广播节目主持人周玉蔻，今仔日当节都无代志。伫节目顶面讲到台湾民众党对2020进军国会规划，佮透露讲台北市长高文哲会将第2任市长做好线，才会报告2024。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嘛有想要来斗3工。第2任做完，他2024要选，对不对？就是布局2024吧。那郭董说他会后会有期耶。郭董应该2024会来办科。蔡碧如证实郭文哲有想要参选2024，但是郭台铭伫咧表态无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了后，敢讲嘛放弃2024总统大选。对这点，伊的发言人英灵基金会副执行长蔡信如回应讲，真歹讲。世事难料，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等这个2020这一关过了之后，我们再来说？所以2024是郭董的下一个人生开始。应该是要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事情哦，就是墨菲定律，也不用把话说得太死啦。蔡信如再去出席台湾卫生党立委提名活动，讲大家会当斗阵合作。敢是郭家军和民众党的关系无像过去遐尼密，引发关心。区域立委提名方面，代表郭家军的蔡信如和郭欣怡等3位女将无要参选。蔡碧如坦白讲，会安排郭文哲和郭台铭见面。11月9号那个土城，他们原先有办一个感恩会，那他也会出席，因为他觉得前面2次感恩会他没有去，他觉得说就一定应该要礼貌性也要出席一下，所以2个人势必会见面。若是郭台铭下幕僚高虹安今年第2民众党不分区，蔡碧如指出，若是当排就排入去，不过要做不分区立委，必须要有党籍的身份，恐惊这嘛是郭家军爱思考的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有影啦，大选春不到3月日，真侪小党拢开始传卡手要备战。前任的台南县长苏焕智组织的台湾医生党，当时发布头一批9个参选各地方立委的提名人。苏焕智嘛讲，若不分区，假是未落名顶一位，伊未落名哦。另外，国会政党联盟嘛公布14个区域立委的提名人，身为党主席的吴角苗天贤书伊无现身，敢若录影出来质疑。我出来就是讲办法说，这个我们的政党应该和谐。党主席吴角苗天透过影片表达政党和谐的理念。国会政党联盟预告公布区域立委候选人的名单，规划推扫14个人来参选，而且不分区的名单目前敢若列1个副党主席徐欣盈1个人。不离个总统大选，敢是要挺韩国瑜嘛，引起大家注意。选前都叫做语言呐，正式的宣布我们要参选，那就不是语言了，那就是叫做作战。作战只有输赢。敢是要挺韩国瑜，高国庆无甲话打真的，吴角苗天无出现，会场是出现别个插曲，有参选人向提出要罢免台北市长郭文哲，毋过高国庆讲是个人的言论，无排除歹登记家己乱发表意见的人。另外，同款是第3势力的台湾微信，嘛伫咧同一天公布第1批区域立委参选的9人名单。苏焕智化工超越压力，团结台湾的口号。小孩国家养啊，几乎已经慢慢要形成台湾的一个共识。好，但是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推动？那么台湾维新认为呢，小孩国家养要回到社区主义。不分区的部分，苏焕智希望讲透过各界推送来海选，嘛强调讲家己袂占不分区的名额。2020的大选敢若剩2个月过，第3势力小连续公布区域立委参选的名单，嘛要来抢政党票，目标是要拼各会的席次。记者综合报道。先我的报备啊，来看花莲县政府和韩国。Eastar 航空公司已经契约18座包机直飞业务。今日头一只专机按韩国直接飞来到花莲机场，这嘛是韩国有史以来头一摆飞机直接趟花莲。观光旅游的业者拢讲对这座线路真有信心。韩国Eastar航空737-800型的班机，载189个人，早起8点05分伫韩国仁川机场起飞了后，第10点顺利降落伫咧花莲机场。花莲县政府真注重这条航线，第一届虽然干那18个航班，毋过包机的目标定伫咧10年。1周有3班呢是从仁川，1班呢是从釜山，所以等于1周呢有4班从韩国直飞花莲的航班，每一班呢大概满载是189人，可以换算出来呢1周就可以增加呢大概有1000个左右的韩国的贵宾。韩国旅客入关了后，就随去泰鲁阁国家公园来观光。花莲的旅客实际在1点要登去飞行机来飞去韩国仁川，11月7日了后，阁会当直飞釜山。对旅游业甲花莲民众来讲，拢真利便。
以前要到韩国要坐那个北回铁路，然后到台北再转车桃园机场，非常的麻烦。花进花出的部分，这个来讲都会对我们花莲的当地的旅宿业者带来一定的这些所谓的住房量的部分，以及在这边消费的能力一定会比之前他们从台北进出的时候的力道还要大很多。花莲县政府强调，公面对观光拄到的问题，花莲最近这几年一直向国内争取直飞国际航线，目前除了直飞韩国仁川、釜山以外，还有直飞山东甘埔泽。11月份，有华信航空花莲直飞日本的包机业务，希望对花莲的观光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丰岛老人基金会针对都市区以外超过65岁老大人调查耳孔咧听敢有各样，结果因访问347个民众，竟然有7成耳孔加减拢有较重。原因就是咱的国民较少咧检查听力，搁有就是较早的人耳孔鬼仔拢较袂晓清。丰岛基金会嘛望讲，大家着较注意看顾厝邻的长辈听觉这方面的情形咧。甲助听器挂起哩，查阿公就算讲伫精彩环境内底，嘛会当听到对方真细声的讲话。安尼你敢听会着？安尼就听。查阿公今年88岁，2当前开始发现家己听力有问题，10句敢若听到2句，连接一个电话拢有困难。即马一切无问题，啥拢会当听甲真清楚，互伊感觉足欢喜的。10句听咗2、3句尔，接电话都免迄个啊，都听有啊，随接袂到啊。台中丰岛老人基金会伫今年5月份开始，伫北台湾的宜兰到南台湾的屏东，针对偏乡的老大人的听力进行调查。伫347个受测者当中，243个人有听力的问题，比例是要到7成。每10位里面有7位，那其实它也是高于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那个一个公布。通常就是在于第一个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这是最常先发生的。这个数字甲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每3个老大人有一个听力损害的比例比起来是较悬。专业的听力监测书指出，台湾都会区的比例甲世界卫生组织的数字较悬。不过，这个试验的数字表现出台湾偏向老大人的听力损害的状况，除了自然老化的原因，长期无去注重耳仔，还有听力保健拢有关系。1万人的这个数据里面啊，跟世界卫生组织比也是比较高，但是我们没有那么高，大概到4成。同到现在以今年的计划，大概都是在偏乡。就是偏乡有一些他没有注重到他的健康，尤其是耳朵。一般正常的听力会当听到25分贝高频左右的声音，平常时讲话差不多是50至60分贝。不过听力损害的老大人却必须要到70分贝左右才会当听得清楚。丰岛基金会指出，听力损害可能会致使老大人来发生意外、脑部退化，还有家庭关系恶化。建议老大人要注重听力保健，厝里的人嘛要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国教育的法律有约束公立学校袂用伫替固定的宗教宣传。不过早起有一群做人爸母的民众，经过各党派民意代表的陪伴，召开记者会，指明讲有一个彩虹爱家性命协会，拢用彩虹妈妈这款名目，派一寡人入去学校斗教课，事实拢是咧宣传基督教的观念。总是协会这边面是讲，那这是无影啦。唔知影囡仔伫学校接受什么款的性命教育，又搁烦恼出来，何必彩虹爱家协会来过？参加记者会，家长讲到激动，斗阵哭出来。我现在坐在这里，出示这些资料，我有多害怕，你们知道吗？但是，如果我们家长现在不出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家长被蒙在鼓里。各地家长甲民意代表找协会出版的《性命教育教材》指出，作务者即寡有宗教的字是真济，学生本内底阁有纠正林书豪上爱圣经内容，即寡拢由协会培养彩虹妈妈，伫透早或者是综合活动的时阵来进行。有很多小朋友成绩是跟不上的，你们真的这么有爱，你们就去做这些更有效益帮忙的事情，而不是进去里面把我们的小朋友当成你的那个把教室当那个教会。家长认为协会以指讲名义来学校传教，违反教育基本法规定，但协会回应是不实指控。家长找的教材真济是旧的，已经咧修订。
确实有一些字眼是来自于圣经，但是我们逐年都在修改中呢。我想在学校做传教不是这样传的。学校在审查的时候都能够给予挑出来，那跟愿意来帮忙的家长跟团体来做对话。教部表示，这寡不是正式教材，但是也是爱送学校扩发挥新查，马上教育局备查，也要求各地来了解状况。若是已经通过新查，一定爱上网公告，让所有家长甲学生了解。记者林小慧、新志明台北报道。近来因为南方澳大桥断过的案件，嘛引起外界搁较关心掠鱼工人的权益。早起，宜兰县渔工工会代表就去到监察院的门口，指出宜兰县内主管劳工的机关拢甲头家人扩大甲收敛，专门咧打压因讨海工人的工会。因嘛要求劳动部要开始裁决这款不当的劳动行为。禁止打压工会，保障劳动生权。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代表和成员团体早起去监察院大门口召开记者会，控诉苏澳区渔会理事长本身嘛是外劳中介公司董事长的蔡元良，和劳政单位联手打压工会，想要逼退1年级的工会理事长辞职，若无就袂当享有分红等等的福利。要他动员所有的印尼渔工出来对工会抗争，对工会抗议，然后如果不出来抗议的人，就没有红利可以分。工会表示，最近因为南方澳断桥的事件，引发外界关心渔工劳动和生活状况。工会拢是根据实际上的状况，甲媒体说明。但是资方部门认为讲，无照事实咧讲，私底下运用各种手段，逼工会理事长主动辞职。甚至讲，宜兰县劳工处处长吴志宏带队轰炸渔工的时阵，佮当场指示科员协助工会理事长办理辞职的代志，严重违反工会法。居然还有地方劳动主管机关的首长带头做这种无耻的事情。理事长主动跟我们讲，是主动跟我们讲说，他不清楚工会运作的状况，也不清楚为什么工会跟渔会或者船主那么复杂。然后瓦迪诺理事长主动跟我们提出说，他要离开工会。工会强调，地方劳工主管机关若无依法保障劳工的权益，佮和资方联手打压工会，明显违法失职，所以甲监察院依法弹劾。同时间嘛要求劳动部要随启动不当劳动行为裁决机制，来保障工会成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的君鸿酒店停止经营到今。真侪员工拢不满讲，头家还阁欠因租遣费和预告的工资拢无来理，价金已经超过5000万。早起君鸿酒店开始点交，员工和租方两边就伫咧酒店门口西牛啊照角，互相对价。就100名前员工尤其白布条啊，伫君鸿酒店头前抗议，要求租方还钱。已经停业的君鸿酒店，会知影高雄第一进行点交。本来员工不满前董事长张庆辉欠458名员工租遣费和预告工资超过5000万，来到现场和租方人马对峙。不过前董事长张庆辉却反驳表示，巨债退休金和部分的预告工资已经发放，其他是因为法院的定数影响员工的分配债款。为了就是保住员工的资遣费，但是最终法院说可以了。你们的文件我都收到了，符合，但是呢，我没有钱分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完全不能接受。不过员工所讲，租方是一骗再骗，双方人马伫酒店门口互相呛声。债权的分配，在6月3号就已经分配完了，7月5号才告知我们跟法院去争取，明显在骗我们员工嘛，根本不可能，因为呢。这个拍卖的款项跟扣除掉那个原来他是欠那个外资银行还有欠税还倒扣，现在目前还有33亿左右。公司劳工局表示，张庆辉已经被限制出境，包括工资和巨债退休金已经拢发放了。租遣费的部分，劳工已经摕到债权证明，预估上紧在月中旬由典藏基金发放。记者李小燕、柯建准高雄报道。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和几落个艺术团体。公布艺术的工作者劳动情形的调查，查起来，结果礼拜艺术这度的人有将近5成，一月日赚无到3万，平均册一礼拜息头拢超过52点钟。
当就有专门咧策划展览的人打出来讲，毋是因舌头爱因济，实在是一组一组，趁着拢毋正面。社会上特别认为，艺术创作这都是探无者，工会加艺文团体针对劳动议题做调查，结果显示，艺术工作者薪水低、工时长的困境是有影的。48%的艺术工作者每月的收入低于3万元。那如果说我们用现在大概台湾劳工平均薪资大概是5万元左右的水准来看的话，大概90%的艺术工作者都低于这个水准以下。在工时的部分，平均每礼拜工时52点钟，也超过法定的40点钟的标准。不过，大部分的艺术工作者是以承揽委任的职业形态，也就是讲无受劳基法的保障。你可能在创作的时候，你同时要身兼布展，必须身兼文字工作，然后你同时还必须接很多的攻读，不管是经验上，或是很多人可能从事不到5年，他就会可能离开这一行。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在文化基本法里头也有做了修正。那这个部分我们部里头要去定一个文化艺术采购办法，以及受补助的这一些法人团体排除采购法的适用等等。那避免低价抢标。艺文人士也呼吁政府唔通开大钱去起迄个网仔馆，拄做收款费，才让互创作者得到合理的报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关西南山里，这个土地公庙福德寺有一张100外重的青仔树，近来有人调工放火烧树叶啊，烧到青仔树的树头拢浮去。另外边仔2张较细丛的小楠，嘛同款，互人用这落布酸断。在装真侪时代拢足唔甘，望主管机关就紧查出讲是啥人下这款毒手。老龙厝的军部捡火，烧甲已经出现着严重炭坏状况。当然，第一边2张细的树布，把艺术捡的人用同款的方式烧死。当地里长生气的表示，平常时拢在这张老龙厝下骹开讲，如今有人刻意放火，大家要做伙来找出凶手。我到这边做神招，大家谈谈天。大家联络感情，那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参加，我们也没有强迫你嘛。你要参加，我们也欢迎嘛。但是你今天竟然就搞这个破坏的动作，真的搞得莫名其妙，造成这个老树的一个危害它的生命，是觉得非常不可取。这张老龙树已经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捡火烧着，新竹县农业处把特别重视，后续会派人来看，了解实际受害状况了后，再研究安怎救树的对策。我们会请同仁过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哈。对于老树本身有没有造成一些严重的伤害？那另外，我们也要呼吁我们当地的我们的一些里长啊、社区啊，来共同来好好来维护哈，来巡查这棵老树。由于这张老龙树位在当地土地公庙啊边啊，到底是不是有人刻意放火，嘛无排除是堆肥的时阵无细力去烧着老龙树。目前处理的方式是先甲堆肥移除掉。记者张君和新报道。来看嘉义县义德乡的东公村和东营村，因为甲大藤公司换来畜牧场真挖近，场外来市精鲜的臭味，嘉义县的环保局嘛已经发过几落摆。但换来畜食场这边已经改善到有符合全国完全无排放污染物这款畜牧场的标准。不过四边的村民嘛是讲效果无通较偌好，也是望因就要迁走了。对畜食场排出来的放流水回收使用来灌溉食物，大塘换来畜食场设计雨水含污水的分流设施，修改变工资高啊，畜食场四周边嘛运用高压水无毒槽，希望会当用零排放污染的要求来解决地方民众对污染的困扰。可以全量的回收，就是560吨每一天。除了这个早扎早艺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废水自烟化之外，另外最主要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畜舍的臭味的改善上面，我们会去做我们应该要尽的一个责任。华大畜食场目前总共饲11000只猪仔，因为臭味含废水排放，登记互附近的村民定情抗议。今年8月进前已经开出6张的罚单，罚款有100多万。针对畜食场的改善，村民嘛是认为改善有限，有关希望一定当搬走。改善还是有限啊，我觉得还是要一劳永逸，就是直接迁长就对了。有小可改善，但是你若南方来的时候，阮来捉草啊。
进前无几日嘛，我是嘛佫非常吵。天气改善，唔是因改善。天气透北风飞迄边去，唔是伊咧改善啦。环保局在花莲养殖场视察的时阵表示，花莲跳蚤场目前是全国头一间零排放的跳蚤场，一档会当回收11万吨的放漏水。未来会参考这款的标准来要求管内其他的跳蚤场，希望会当降低跳蚤产业所带来的污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有2000多只肉牛，大多数拢是放牧，牵出去草埔咧食草。啊，毋过不时都有牛会撞去到车路，害甲人发生车祸。台东县政府今年开始就强制饲牛的业者爱伫咧牛园做号，等于是要求逐只牛都要有身份证，安尼万不利，若有叮当的事，定到找有主。开车开到台东县东海岸的公路时阵，有当时会看到路的顶头有牛伫咧散步。若你是看到牛，也会当闪。毋过暗时时阵，若拄到牛就容易发生车祸，甚至也有牛会走去铁轨路造成重大事故。若找无是识人饲的牛，就唔知要怎赔偿。所以台东县政府自今年8月开始，强制要求饲牛户按照规定替牛拍有编号的鱼标，互牛身份证。10月底进前完成30间饲牛户的查核。台东县目前要打耳标的2800只，超过90%以上都几乎完成了。农业署讲，目前伫市面上一只马牛差不多是10几万，大部分的主人是袂有牛死过走。会依照法规拍鱼标，但过因为大只牛要拍鱼标无容易，所以有一寡主人会等要送去台进前才拍鱼标，但过这可能违法。上好的方法就是牛一出世就拍鱼标。有时候抓到的时候，它都会踢人啊，要给它绑好才能打啊，所以我们就是从它生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打。台东县饲肉牛上侪地区伫咧东海岸瓦公路。为了要避免搁再造成牛甲车辆发生事故，县政府讲，自明年开始要强制依照动保法甲畜牧法的规定查核，若无拍鱼标的牛，相当是当没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虎尾市中心的民权大楼，已经起超过20栋，进前大楼首面的壁道拢会涉水，态度嘛加减会落。但是经过云林县政府辅导，内政部嘛有补助来办理维护整建的工程。即马壁面拢已经有过翻过，过来就新点点。这也是云林县政府家己主办都市更新头一站的案例。工作人员穿全新的装备，正在进行外壁油皮准备作业。伫咧云林虎尾新生路甲民权路口的民权大楼，因为已经超过20栋，2期以来因为外壁漏水等等的原因，所以造成泰鲁卡会落落来，而且佮捌发生过落落来去牵着车转来去，影响到公共安全。伊嘛有做一块伫用泰鲁的，但是伊咧做无够快。若讲连落来吼，若较瓦壁边伊笑会着。若连落来，若较外口的风吹就有影，都伫外口出来。考虑到经过大楼的人甲车的安全，云林县政府辅导这栋大楼的管理委员会申请主办都市更新的定数，办理维护整建工程审议通过，而且佮摕到包括内政部、云林县政府的补助经费，即马正在进行改建外壁的工程。针对这一种老旧大楼，只要经过我们这个管理委员会，还有经过建筑师的提案，那经过我们云林县都市更新审议委员会的审议通过，我们是可以最高补助大概是除了中央补助大概20%，那我们云林县政府再补助大概25%。最高可以补助快超过45%。城乡发展处处长林中则表示，虎尾民权大楼整建维护总工程是开800万，是云林县主办都市更新的第一例。目前到了还有一案等待审核，嘛鼓励符合条件的大楼会当提出申请，维护行车的安全，卖当互市容的外观较水丽。记者综合报道。地远的放送头来看南投埔里一心社区，近来真热心情咧复原台湾白鱼这款种。嘛咧发展生态农业，去年因有得到农委会水保局金牌农村的肯定，佮和德国一个真出名的生态农村 Benrod 结拜做姊妹仔村。Benrod 这庄的村长嘛按德国带队来到遮参观访问一心社区，互相交配。南投埔里一心社区最近几冬正过来做白鱼的服务，去年得到水保局金牌农村的肯定，正做生态农村的指标。德国金牌农村班若德村村长特别来参访交流。
他们是以生态为主的一个社区，他们那边生态非常的好。那加上我们这边也是白鱼的生态非常好，所以我们让他了解到白鱼的生态，然后为什么会在一心社区里面栖息的那么好的一个原因。社区也特别招指定德国朋友体验复育白鱼的过程，安排因整理生态池，阁有参与鱼仔的港七工课。Ich sehe auch die Parallelen zu Benroth. Wir haben ja auch ein Biotop. Da leben allerdings keine Fische. Und ich finde das wirklich eine super Sache, dass sowas wieder eingeführt wird, dass ein bisschen darauf geachtet wird, dass man Lebensraum für Fische wieder bekommt. 德国班若德村也是以生态出名的农村，和用心发展生态农村的一心社区交流，双方拢学到真多。Wir bei uns in Benroth haben wir auch ein Biotop. Da kommt es allerdings momentan mehr auf Pflanzen drauf an und nicht eher auf Lebewesen. Aber das finde ich eigentlich auch wichtig, dass wir das bei uns auch noch mal einführen würden mit Lebewesen, mit Fröschen, vielleicht auch mit kleinen Fischchen. 咱的好的所在其实足多，透过这个交流吼，咱嘛会当甲岛国迄头因的好的经验吼。也会当透过一群社区家学习了来传承给咱其他的社区啊呢。除了了解台湾白鱼的复育，指定德国朋友嘛来咖啡笋田体验采收甲熟悉埔里的特产咖啡笋。埔里镇长希望透过这摆交流，会当甲好的经验传承给其他的社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国好，国政解说两句话，互你做参考。公视台语台新闻内底伫咧报讲。南投埔里一心社区咧复原台湾白鱼这款种，国政啊深深去体会讲，咱讲台湾啊做海洋的国家，鱼虾水质满满是。啊，若要了解民间咧称呼这鱼啊叫什么款的名号，咱真正着要来看歌册《李落车闹东海》。该文说里进前甲大家开讲甲讲，海玲红三个查某囝，正是金色鲤鱼精，三个无共款的特色呢。过来，咱同齐来甲听看卖。大声讲，大囝才有212，头洗双掌热刀味，心情注意白死死，日月双刀背2支。第二才有20岁，头洗屈脚插金花，留甲2泡头鬃尾，手拿3股托天车。第三查某囝才18，头鬃即马才学洗，插甲2支提家尾，心情注意挂香皮。你甲看。三个海玲王的查某囝拢是金色的鲤鱼精，大囝才有212就是讲21岁啦。伊的形体头洗双掌热刀味，吼。过来，第二个查某囝讲才20岁尔，头洗屈脚插金花，啊留甲2泡头鬃尾，手拿3股的托天车。过来第三个查某囝才18，头鬃即马才学洗啦。每一个查某囝形象拢无共，实在真艺术。实在真心色，尤其第三个查某囝讲，心情注意挂香皮，啥做香皮？就是注意顶头，你若呢倒举起来，大声喊休咯，比试落去，迄三个呢啪啪叫，安尼叫做挂香皮。啊，当然，海玲王三个查某囝拢是金色鲤鱼精，毋若安尼呢，佫派出龙王后边的3太子，海玲王因这边，原来第三个太子，原来要来甲罗车车拼啦。来，咱同齐来甲听看卖。讲罗车眼看3太子，看伊大典的功夫，囡仔真实毋惊输，靠伊金箍盖拄，罗车金箍徛在在，春办要甲伊大台，着骂太子毋在歹，性命伫我掌架内。金箍坐上半空中，比山地着也较雄，缀着太子变形象。现出原形一尾亮，你甲看较早编歌册的人看外口写，毋若讲所有鱼虾水质改变拢变做人形，一直甲描写甲遮详细。尤其罗车甲太子两个伫咧画阵，迄种刺激性，才互你听到会惊人。罗车囡仔人毋惊，靠伊金箍要甲太子拄，毋若安尼要甲太子大小台，伊阁骂太子毋知歹，性命伫我掌架内。即句是来艺术，啥做掌架内？就是掌架上界头前即节，敢若亲像木牌共款。你性命伫我的手中心就对啦。啊，金箍坐上半空中，比山地着也较雄。吼，缀着太子，人讲猪头皮怎无油？
一个底落尔，太子甲落车都无拄，拼一个输，献出原形一尾量。有影过去台湾的歌册咧描写讲，李落车甲太子两个对阵，这种的字句确实艺术。啊，讲到转游，郭正元来甲你小介绍一下。台南的认定的麻虽然真出名，不过近来麻咧种的范围煞减较少，原因就是遮的农民话拢济岁啊。公所当就将庄内一间低价古厝改装做专门咧转游的麻油客栈，互老大人要转游，毋免出外庄去奔波，啊，佮甲古厝边的旧地条设落去，要互农民踮遮食地开讲。庄仔厝、庄仔遐，保留永存的建筑风格，这是台南仁德中州里超过1甲子的地价古厝。当地仁德虽然种麻是介出名，不过永存收成了后，就爱早半点钟以上去到安定或者是西港去加工。去年地价古厝经过社区改造了后，设一个低温转油机，正做麻油客栈，互附近的农民更较利便。这个案啊，实际上咱市政府都发局内底啊，今年都开始来主办啦，咱这个绿社区培力这个工作吼，今年都拢总才有补助20个社区啦，咱这个中州里啊，中心社区也是速度上紧的啊，第一个这个启用的这个这个作品啦社区规划师和地方居民沟通了后，发现转样的过程较了时，农民伫遐等的时，拢无所在通好去，所以就决定将麻油客栈边啊爬远的低调，抑个古迹变做是休困的场所，互农民会使哪等哪点伫咧遮泡茶开讲。阮这个麻油客栈，我希望是一个产业。因为产业够发动支持社区继续发展啦。经过1个月的整修，地价古厝爬远的低调，即阵有新的活力，也让游客有机会来中州里了解做麻油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分叶仔厂，遮有保存国内目前上界大台生产分机的炉仔基座。顶站屏东咧举办台湾设计展的时髦开放，互人来参观。但设计展已经落幕。分叶厂未来一冬要专心整理甲改建，通好做作屏东大博物馆区推展文化甲艺术。伫1936年所起的屏东分叶厂，历史已经超过1甲子。2017年专区列作历史建筑。除了中山堂整修后捌办过展览，其他区域拢关起来。进前为着配合2019年台湾设计展，屏东分叶厂开放参观。嘛，吸引真侪人来遮行打，就是学生、家长这样的团体来进到烟叶厂，那也让他们认识到说，原来在屏东市有这么保存完整的一个烟叶的工具。第一次，这个原来是很封闭的场域能够打开给大家看见，那也引起了非常多的回响。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分叶厂见证日本时代到70-80年代台湾做粉工业的过程。部分机器和空间嘛保存甲真好，加上建筑是工业风格，伫开放的期间嘛正做网庆翕相拍卡的好所在。烟叶厂目前的部分，我们是获得文化部文资局的再造历史现场的补助，在利用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用大博物馆的计划来进行它的活化再利用。那也会希望能够有一些公共服务跟商业服务的空间。县府讲，因为争取到文化部的经费补助。分叶厂会封闭一冬进行整修，未来按算规划做屏东大博物馆区，希望分叶厂通变做推广文化艺术上好的平台，带动附近区域的艺文、休闲娱乐和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针对香港的香番担当加这条带，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是讲，伊无法度准则担保人当时要去台湾。因为这也无牵涉到政治操作，香港政府嘛未将这站台调工也互悬，伊阁呼吁社会各界甲台湾当局，拢着参考伊所讲的这款态度。另外有媒体咧报讲，林郑月娥可能会去互北京政府换落来，伊嘛讲这是谣言，别有用心啦。南农界案件引起台港政治问题，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伫咧行政会议进前回应媒体问题，表示讲伊无掌握陈同佳当时去台湾，嘛强调讲无干涉政治操作。咁所以目前嚟講咧，我都唔掌握究竟佢幾時會離開香港去到台灣啦。但係我都喺呢度呼籲咧，呢個係
唔係一件所謂有人形容係政治操作嘅事。咁所以社會各界咧，特別係包括台灣當局咧，我希望都係用呢個嘅心態咧嚟到處理呢件事啊。林鄭月娥講，自從陳東家刑期滿出獄了後，就無想要用較互人注意的方法來處理，因為伊佇香港已經是自由的，無法度各用法律的基礎來解扣押。目前收到的消息真亂，因需要研究甲查清楚。確定講去台灣了後，得到公平的審問。另外，針對金融時報的報道，北京係甲伊換掉的消息，嘛回講這是挑過伊來放的風聲。呢啲揣測性嘅報導，無論係針對特區政府或者我針對我本人，都唔少嘅嚇。但係我留意到咧，就國家外交部咧係有作出一個澄清，係透過外交部嘅發言人咧係澄清咗呢個係一個別有用心嘅謠言嚟啦。林鄭月娥嘛表示，香港政府拜四公布第三季經濟預先估算嘅數字，表示講香港嘅經濟技術性嘅衰退，佢講香港今年可能全年出現負成長，形容講狀況是真歹，特區政府會密切來監察所需要嘅措施，佮一解呼籲互社會恢復平靜，呼籲社會各界唔通合理化少數報道所做嘅極端暴力行為。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南美洲的國家敘利發生幾50年來上界嚴重反對政府的抗爭事件，頭尾已經超過10天。敘利的總統當時宣布要將內政部、財政部這計將8內閣的部長攏換落來，不過民眾的怒火也是無法度抹消。地下鐵的車站甲一寡大樓，刷攏去互放火燒。智利首都聖地亞哥市中心的地鐵站2被各互人放火，慶祝大火。反政府示威者佇咧車路對路上佇咧燒，壁頂嘛出現真濟就參總統皮涅拉的照片。一棟內面有餐廳含真濟店家的商業大樓，嘛互人放火。大量的烏煙直接扔對天頂，互人看到真恐怖。消防分體車高空灌救，裝甲車含大批軍警繼續佇咧街仔路趕人維持安全。街仔路龍煙散布，袂輸戰場共款。為着要平息人民的怒火，皮涅拉第26解除已經實施1禮拜的緊急狀態和宵禁，並且要求內閣總辭，2進一步替換包括內政和財政等8名重要的部長，換中間派人士，宣示推動全面經濟改革。Chile no es el mismo que el que teníamos hace un par de semanas atrás. Chile cambió y el gobierno también tiene que cambiar.para enfrentar estos nuevos desafíos y estos nuevos tiempos。但是示威者嘛是要求總統愛落台徹底改革。智利是拉丁美洲上繁榮穩定的國家之一，這個公共運輸起價的星星之火，煞全面引爆智利人民已經忍耐真久，對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無公平的憤怒。國內有100萬人上街仔路的抗爭規模，目標就是皮涅拉當局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大量私有化煞造成薪水和退休金增加。教育和醫療費用上懸，有錢人才會當享受，好嘢產值差傷多。小連續超過10天的抗爭嘛，已經造成至少20個人死亡，7000多個人互人掠。過程當中傳出有武警拍人，激發過動的問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嘛已經派員前往調查。記者綜合報道。美國一間專門載人客去太空旅遊的業者 Virgin Galactic 威登銀河企業。當時得到投資控股的大公司投資8億的美金，10月28日在紐約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這也是全世界頭一間股票上市的太空旅遊的公司。太空旅險公司美金銀河創辦人理查布蘭森10月28出現在紐約證交所來講交易嘅路，美金銀河變做全世界第一間就市嘅太空旅遊公司。And it's got off to a great start, and so Virgin Atlantic has been born now on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first spaceship company that has done that. SCH 投資控股公司今年7月分開8億，摕到美金銀河49%股權。因為這間公司已經在紐約證交所來掛牌，所以美金銀河會當跳過傳統的第一屆公開發行股票的定數，直接用新的股票代號 SPCE 開始進行交易。當天開盤的價是12.1美金，收盤是11.75美金。0.34%，市價達到10億美金。What they've built is just really special. You know, when you encounter technologies and entrepreneurs like that, it's usually a good bet to just align with them and help them and go along for the ride. 美金銀河自2004年來創立，真濟年以來發展太空計劃，打造太空船甲太空港。2014年發生飛輪機落落來事件，造成一個駕駛員死去了後，對公司的打擊真大。最近這幾年計劃漸漸完成，2屆載客試飛成功，嘛得到波音公司
近2000万美金的投资，美金银河上的太空旅行，预计飞的时间是90分钟。一张票要25万美金，而且大家拢想要抢。目前全世界已经有60个国家，超过600万人的付定金，包括美国演员里奥纳多甲歌手小贾斯汀。公司预定伫2020的热天开始载客，目标伫咧2023年的时阵，单年会当载客超过1500个人，创造出约6亿美金的营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Turkey 一个女性的唱水的运动员，过去伊就捌拍破真侪自由唱水的世界纪录。近来伊唱水的时拢无外靠手帮来协助，头尾100公尺，唔免浮出来水面喘气，嘛搁再创造出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咯。今年34岁土耳其自由唱水女选手伊莎卡·厄库曼，先数一口气唱在水底，用稳定的速度唱水向前。伊的目标是比旧纪录90公尺，搁要增加10公尺。而这项百米唱水的挑战，伫半路拢无起来换气，水底下也无任何的骨手帮或者是水柜卡补助。最后伊挑战成功，成为全世界第一位伫咧山洞内面无换气唱水100公尺的女性，也创金氏世界纪录。Yani ben çok heyecanlıydım girmeden. Nabzım hiç düşmedi. Normalde düşük bir nabzım lazım. Ben epey nabzım yüksekti ama çok önemli bir amaç için bugün dalışımı yaptım. O yüzden şu an mutlu ve gururluyum. Evet, selamı da çaktınız. Evet. Yani zaten biz Mehmetçi'ye ithafen, Cumhuriyetimize ithafen kırdık bu rekoru. 对自细汉就下久的厄库曼来讲，要完成这项挑战无容易。伊所经的吉林德尔这个洞是伫土耳其南边。是伫1999年才互人发现，经过看家推测，伫冰河时期就已经存在。内面的空气正薄，水的温度也正低。不过伊讲，伫9年前就打算要挑战，伊家己有正一项唱水的世界纪录。去年才以1分58秒，伫咧无任何的辅助之下唱水65公尺，创女性伫咧活水域的唱水世界纪录。厄库曼讲，即面除了成功创金氏世界纪录，也互全世界知影土耳其有1日会唱水家上好的设备，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行销土耳其这个真有名的洞。最后，伊甲团队伫咧洞内面提出土耳其的国旗、国境军礼，这也正是土耳其运动员最近伫咧国际体坛正受争议的举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国一个搬厝的时，请人来倒款内底，想无到讲一把挂伫咧灶骹几50年的图，查落去竟然是13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剃头的艺术家的手笔。结果一个拍袂落去，是以超过新台票8亿的条件来成交，有影是福气对天顶落来。继续确定大家拍谱啊！这把意大利13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切马布埃所画图，定礼拜日伫法国以2400万欧元，差不多新台票8亿元介绍卖掉，超过当初时所想介绍4倍。Alors, en fin de compte, c'était la vente de tous les possibles. C'est-à-dire qu'un peintre immense, Cimabue, est une œuvre unique sur le marché. Il n'y en a pas d'autre. À partir de là, tous ceux qui voulaient avoir une peinture de Cimabue aujourd'hui, eh bien, ils étaient prêts à tout. 切马布埃这把受盗乱的记录，那创下中世纪时期画上悬的拍卖介绍记录。即马甲大本世救世主并列10单上贵个画。啊，毋过甲其他受到真济照顾的艺术收藏无共，受盗乱的记录一直到今年为止，拢向放伫法国的北部城市一家人的灶骹，高温的环境顶头拢成垃圾，啊，毋过画本身状况阁袂歹。南市90外岁厝主老阿嬷伫搬厝之前，特别请专业人士来看厝内是毋是有特件物件会当卖掉，才发现这个26公分长、20公分宽的宗教图无这么简单，恐惊大师所画图落尾都是等伫的粪扫桶。Puisque c'était une maison moderne d'architectes, donc on était au-dessus du bar, de la cuisine à l'américaine. Et qui jouxtait le salon. Voilà, un objet qui était conservé de mère en fille depuis 3 générations déjà, mais sans connaissance en tout cas historique ou esthétique particulière. Une grande surprise donc aussi pour cette famille. 专家认为，受盗乱基督甲另外2件分别收藏伫伦敦甲纽约博物馆的基督徒，拢是所由多面帮完成的这段画。切马布埃留落来图真少，目前已经知影到11张。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气温有较冷，咱来看下半部详细天气的变化。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2度到2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4度到29度。台南、高雄、屏东26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23度到28度。澎湖、金门、马祖22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